康恩關懷中心生死教育系列，與你一起探討生命的限制，跨越老死的恐懼。臨終關懷，生命走到最後階段，病者若果能夠得到適切嘅護理同埋服務，會讓到佢哋離開得更加安舒。而臨終關懷係非常重要嘅。臨終關懷係指到專門針對生命末期病患嘅全方位照顧。呢種照顧通常包括咗舒適性嘅治療、情感嘅支持、社會同埋靈性嘅關懷，目的係讓病患嘅人喺生命結束嘅時候覺得有尊嚴同埋舒適。臨終關懷嘅重要性係包括咗第一，提升生活嘅質量，通過減輕症狀同埋疼痛，臨終關懷使到病患嘅人能夠以更加安舒同埋尊嚴嘅方式度過佢哋嘅生命最後階段。第二係尊重自主權，臨終關懷係尊重病患嘅人選擇同埋決策，讓佢哋能夠根據自己個人嘅信念同埋價值觀設計最終嘅照顧計劃。第三係減少焦慮同埋孤單感，改善心理嘅支持，減少病患嘅人同埋佢哋嘅家屬喺病痛面前嘅孤單同埋焦慮，有助於更加平和咁樣面對死亡。第四係支持家屬，家屬喺臨終關懷嘅裏面係會獲得必要性嘅支持同埋指導，令到佢哋能夠面對失去時更加有能力。第五係促進好死亡嘅體驗，鼓勵以尊嚴同埋安寧嘅方式離世，進而減低臨終過程嘅焦慮同埋痛苦。臨終關懷通常係由一個多專業嘅團隊提供，團隊嘅成員係包括舒緩科嘅醫生，佢哋係負責病情嘅評估、治療計劃嘅制定同埋執行，並且監察患者嘅舒適度同埋症狀管理。護理人員亦都提供日常嘅護理支持，確保患者嘅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另外，亦都包括社工，佢哋係提供情感同埋社會支持，幫助患者同埋家屬處理情緒、財務又或者法律嘅問題。當中亦都包括咗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佢哋提供心理嘅支持，幫助患者同埋佢哋嘅家屬點樣嚟到面對死亡嘅恐懼同埋心理壓力。而院牧喺臨終關懷嘅裏面，亦都扮演着重要嘅角色，特別係喺提供靈性嘅支持同埋情感嘅陪伴方面。院牧係有幾個主要嘅角色。第一係靈性嘅支持，院牧係能夠幫助患者同埋佢嘅家屬喺臨終前探索同埋表達佢哋信仰同埋靈性嘅需求，提供安慰同埋指導。第二係陪伴同埋傾聽，院牧係提供有同理心嘅陪伴，傾聽患者同埋家屬嘅擔憂同埋情感，幫助佢哋處理面對死亡嘅情緒。第三係儀式同埋祈禱，院牧可以協助進行特定嘅宗教儀式，例如係祈禱、祝福，又或者最後嘅聖餐。呢啲對於好多病患嘅人同埋佢嘅家屬具有重要嘅意義。第四係家屬嘅支持，院牧係可以向家屬提供有關死亡同埋臨終過程嘅教育，幫助佢哋理解面臨嘅挑戰同埋情感嘅需要。臨終關懷係一種關於生命末期嘅整體照顧方法，強調舒適、尊嚴同埋心理以及靈性嘅支持。佢嘅重要性唔單單在於對患者嘅照顧，亦都在於對家屬嘅關懷同埋支持，幫助佢哋喺艱難嘅時期更好嘅嚟到面對各樣嘅挑戰。如果你有需要進一步了解探訪同埋院牧嘅服侍，可以致電康恩關懷中心。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同埋家屬提供免費支援同埋服務。我哋亦都積極推動生死教育，以致大家更加能夠積極嘅面對生命。請瀏覽我哋嘅網頁
又或者致電0412384838了解詳情。